继续来看国民党的立委陈玉珍来提案，甲国会助理的薪水改由立委统筹运用，而且唔免收记。结果是引发到助理工会反弹。立法院助理工会副理事长讲，按算要发动100-200万，100人，而这个拜五开议会时阵，有被报调来抗议，嘛准备要向立法院长韩国瑜来တင်情。陈玉珍讲尊重到助理的想法，但是伊嘛绝对袂来撤回到提案。院长，好，助理费的案件目前有打算说要接受助理工会的陈情吗？好，谢谢啊。被问到敏感的议题，立法院长韩国瑜无正面的回应，就是因为国民党立委陈玉珍提案修改助理费相关的法案，引起国会助理工会不满。除了规划伫12拜五议会伫议场外口要扭白布条抗议以外，佮听讲有助理引用韩国瑜所讲的。唔通袂记世间艰苦人真多，望院长协助保卫路权，撤回提案。这个联署的一个提议，在昨天已经完成了，跟韩院长提出申请，以及各党团申请，以及会发起抗议的行动。我觉得提案是我们的权利嘛，哈。那当然请我们撤回是他们可以诉求的嘛，哈。那我不会撤回提案，但是就是我欢迎大家讨论。提出资料，陈玉珍态度也大正硬，强调讲，包括美国、德国、日本、韩国等等国家，拢是由国会议员作为助理的头家，要过找个一托付费了后，如果敢若因为内容内部超袂好势，临时法庭。我们希望这个案不是说现在暂缓处理，我们希望是撤案了哈。它的法制化以及它的制度化、公开化、透明化，应该更建立一个有比较，不管是用法律规范还是说。办法还是命令，我想这个都是朝野立委应该好好去深思、去努力去执行。就不管他是要抗议，或是陈情，或是沟通，我们都是欢迎的哈。第一个本来就是这个是每一位人民的权利哈。那第二个，如果他们愿意来跟我们讨论，我们也是非常欢迎啊。助理费是不是要收？超袂好势，说来就等拜五议会前，双方要安怎沟通，才会当了解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